瞓覺前聽完一本書，今日我哋讀富有的習慣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好似天生就係吸金體質，賺錢對佢哋嚟講似乎特別輕鬆，而我哋大多數人就要為咗每個月嘅人工同賬單忙到死，忙到活。我哋同嗰啲千萬富翁之間嘅真實距離到底係咩？係學歷，係背景，定係運氣？今日我哋一齊嚟讀美國作家 Thomas C. Corley 嘅《富有的習慣》。呢一本書係佢用咗5年時間，深度追蹤研究一班白手起家嘅百萬富翁生活習慣嘅震撼之作，徹底顛覆咗我哋對財富嘅傳統認知同觀念。作者透過對比分析177位成功人士同128位貧困人群嘅日常行為，揭示咗一個核心真相：富人同窮人之間嗰度睇落高不可攀嘅財富鴻溝，其實就係由每日細微嘅習慣一磚一瓦咁砌出嚟嘅。富人嘅黃金成長法則堅定1小時。Corley 嘅研究發現咗一個驚人嘅事實，超過80%嘅富人都有早起習慣，而且佢哋會精心設計自己嘅早晨儀式。呢啲絕對唔係鬧鐘一響就拎起手機滑短片嘅生活模式，而係一套經過深思熟慮嘅富人專屬晨間程序。數據顯示，有63%嘅富人起身之後會即刻做30分鐘有氧運動，無論係快走、跑步定係游水。呢個唔單止令佢哋一日精神飽滿，更重要係培養自律性格。之後佢哋會花15到20分鐘做冥想，用嚟清晰規劃當日目標同優先事項，再用30分鐘閱讀專業範疇書籍，確保知識持續更新。最令人驚訝嘅係，超過70%嘅成功人士會喺食早餐嘅時候聽有聲書或者專業 podcast， 將原本零碎嘅時間變成高效學習時光。相反，低收入群體入面有81%嘅人，早晨第一件事就係滑社交媒體或者睇新聞，俾人哋嘅議題同情緒霸佔自己最清醒、最敏銳嘅腦袋時間。Corley 特別強調，富人晨間習慣嘅核心價值唔係在於做啲乜，而係在於堅決唔做乜。佢哋嚴格避免一起身就陷入被動反應模式，而係主動掌控同塑造每日嘅節奏同基調。書入邊記錄咗一個好印象深刻嘅真實例子，有位由清潔工起步嘅普通人，堅持咗20年，每日5點起身，先跑步鍛煉身體，再閱讀提升認知，最後成功創立咗連鎖超市帝國，徹底改寫自己嘅人生軌跡。正如 Corley 喺書入邊講，你點樣開始新嘅一日，好可能就會決定你點樣過一生。第2部分，拒絕嘅藝術。富人將講唔變成提升生產力嘅秘密武器。呢個發現可能會令好多人覺得意外，但唔係因為富人冇人情味，而係佢哋好清楚一個道理：拒絕力就係最強嘅生產力。Corley 透過大量研究總結出富人最常拒絕嘅5類事情。第一，拒絕無效社交。92%嘅富人絕對唔會參加冇明確價值或者冇實際回報嘅飯局活動。第二，拒絕即時滿足嘅誘惑。79%嘅富人會主動延遲享樂，例如將年終獎金攞去進修，而唔係即刻花晒。第三，拒絕負面情緒嘅侵蝕。90%嘅富人會主動遠離成日抱怨嘅人。第四，拒絕多任務陷阱。83%嘅富人堅持一次專注做一件事，完成咗先再做下一樣。第五，拒絕完美主義嘅束縛。68%嘅富人相信完成比完美更重要。書入邊講到一位軟件工程師，佢透過嚴格執行拒絕3原則，徹底改變咗自己嘅事業軌跡。佢拒絕參加中午加班飯聚，拒絕回覆非工作時間嘅電郵同訊息，拒絕接手冇明確目標嘅項目。透過呢種睇落唔合群嘅做法，佢將慳返嘅時間全用嚟提升專業技能，結果喺3年內人工升咗4倍，實現職涯連續跳級式晉升。Corley 指出，每一個成功嘅背後都藏住無數個堅定嘅拒絕。
成功人士唔係有更多時間，而係更加識得保護自己嘅注意力同精神能量。佢哋將閱讀當成一種生存技能，而唔係消遣娛樂。數據顯示，富人平均每個月閱讀2.7本書，其中88%都係專業技能書同成功人士傳記。低收入群體每月只閱讀0.3本，而且多數係小說、雜誌等娛樂性讀物。更加關鍵嘅分別係，有85%嘅富人有寫讀書筆記嘅習慣，能夠將抽象知識轉化為具體可執行嘅行動方案。Collie 發現，富人閱讀有3大特點：第一，主題高度聚焦，佢哋唔會亂咁睇書，只會圍繞核心目標去揀內容。第二，輸出導向明確，讀完一本書之後，會即時實踐至少一個收穫。第三，社交化閱讀，佢哋經常會自己搞小型讀書會，一齊討論實際應用嘅心得同經驗。書中有位地產經紀人嘅例子，佢為自己定咗規矩，每日必須閱讀30分鐘房地產相關法律書，仲要每日將學到嘅至少一個重點用喺實際工作上。呢個睇落好簡單嘅堅持，令佢喺2年內由業績墊底變成區域銷售冠軍，收入翻天覆地改變。Collie 強調，富人讀書最大嘅唔同喺於佢哋嘅思維定位，佢哋從來唔會將閱讀當娛樂，而係視為維持競爭力嘅投資，好似醫生要不斷學新療法同新技術一樣。呢種思維轉變令學習變成職業發展嘅必要部分。長期累積就會產生持續增值嘅知識複利效果。富人嘅金錢管理系統，讓財富自動增長嘅核心秘密，透過分析上千份真實財務報表， Collie 提煉出富人共有嘅5個理財習慣。第一，先支付自己，每個月出糧之後要先儲起20%，唔好等到月底睇下剩幾多先諗住儲。第二，零負債收入。87%嘅富人從來唔用信用卡循環利息。第三，消除隱形消費漏洞，每星期詳細記低所有支出，揾出漏錢位。第四，堅持投資型消費理念，將開支分成資產性消費同負債性消費2大類，嚴格控制會貶值嗰部分。第五，建立多元收入系統，平均每位富人都有2至3個唔同收入來源，而主要收入唔會超過總收入嘅70%。書入面記錄咗一位抑鬱症患者嘅驚人蛻變。佢堅持每日3個睇落微不足道嘅習慣挑戰，包括起身後即刻摺好張床，每晚寫低3件值得感恩嘅事，同每日出去行10分鐘。最終佢唔單止成功擺脫抑鬱症困擾，仲創立咗自己嘅健康生活品牌事業。Collie 喺書中總結，富有嘅習慣好似喺雪坡上滾雪球，頭幾個月幾乎睇唔到效果，但只要堅持18個月以上，你就會發現自己已經企喺完全唔同高度嘅人生山坡，擁有截然唔同嘅生活、事業同人生格局。富有嘅習慣最珍貴嘅啟示在於，財富積累唔係一場需要爆發力嘅短跑衝刺，而係一場要長期耐力嘅習慣馬拉松。永遠記住 Collie 講過嘅一句說話，你嘅銀行賬戶結餘只係你每日生活習慣嘅真實積分牌。喺呢個充滿不確定性嘅年代，培養啲有確定性嘅富有習慣，就係你最能夠掌控嘅強大財富工具。呢本書唔係一本讀完就可以即刻變得富有嘅神奇書，但一定可以令你清清楚楚睇到，窮人同富人之間嗰度睇落高不可攀嘅巨大財富之牆，其實係由每日嘅微小選擇一磚一瓦咁砌出嚟嘅。最後分享書中一句最振聾發聎嘅說話，唔係你達到某個目標之後先會幸福，而係當你養成屬於幸福同成功者嘅生活習慣之後，各種美好嘅目標自然就會實現。